在疫情爆发了后，防疫的工作变化呢，更较重要，而且是关键。伫这个月明显发现讲，隔离者违规的案件，内政部长徐国勇伊就强调讲，应该隔离的、应该检疫的民众，你若讲失联，行政单位会以重大刑案的规格，全力找相关人士，违反规定的人会依法这个办理，同时嘛会开罚单。画面内底安全部的男子找5找伫桃园杨梅一间超商里，煞来佫走去中立到处四界行。但是伊其实是殡仪馆的居家隔离者，警方接到防疫中心通报了后，出动家人抓回去。本分局接获防疫中心通报，立即派员前往查处，经查违规属实，已依相关规定函请桃园市政府卫生局查处。对武汉会大男子被要求居家隔离，但是防疫手机伫因出门了后信号异常，原来伊是离开厝。警方对监视器怀疑违反隔离规定。另外，伫台北嘛有2名违规的居家隔离者，其中一个是走去朋友因家开讲，另外一个是外出甲朋友聚会。违规的人加做防疫的劳动，嘛加做全民威胁。我觉得所有的防疫团队真的很了不起，我是第一例，所以我打破了台湾的零。我要说很抱歉。首例确诊的武汉女大伤，经过隔离治疗，即摆已经恢复健康，回去厝。透过录音，也有亲笔的批，感谢医护人员照顾。嘛讲上重要，就是爱听话照做，依照防疫人员的指示，遵照医护人员的治疗，自律配合，才会当互防疫袂出现漏洞。居家隔离、居家检疫这2项拢免去外出，嘛免去坐大众运输工具，嘛免去出境出国。内政部长徐国勇强调，防疫是国安问题，要求民众配合协助防疫。若是应该隔离检疫的民众，是去联络行政单位，会以重大刑案的规格，全力找出相关人士。若是爱动法，也阁有相关的法律责任，请民众爱遵守，唔通违法。